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真相通马》嘅，我係劉碧珍。今邊現場有請到一位非常傑出嘅客家五線詩人陳美燕。美燕，係咪老觀眾朋友什麼好？非常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陳美燕。美燕平常見面都唔好按緊張嗬，今邊我兩三按緊張，比較輕鬆對唔？今邊我來介紹美燕嘅一本是寫很多新作風，看下嘅書名都太有做的團到，美燕嘅家鄉到哪嗬？係唔係先來介紹下你自家俾觀眾朋友認識一下？好。我係新竹人竹東人，竹東人係，目前係交通大學客家學人，係職專班嘅學生啊。哦，同時我也做體檢員阿婆。按後生都做阿婆嚟哦，後生阿婆。等下我分享，人家實習啲都有寫到做阿婆嘅心情嗬。唔過回轉來講啦嗬，而家講到講人屋卡係竹東，你從細都喺竹東嗎？我從細吼大二中部聽阿公阿婆講下睇啊。阿公阿婆是對我哋嘅教育是好傳統啊。我哋從細是講係學講嘅客話啦，嗬。哦，就講從細就係一個講客話嘅環境。係。冇關於客話講嗬。哦。老阿公阿婆強下生活嗬，我知道有到詞彙嗬，大概我哋啲嘅語言嚟觸及。哦，你講因為老阿公阿婆帶，知道講嘅客話，講客語啦嗬，到底阿姑上而學到聽到客家種個特殊嘅講法樣係嘛？比如講，跳擺學阿公唱下老嘅夾白領衫，打嘴鼓啊嗬，我是會跳糖嘅，還有擺我是糖到講，二中部嗬落去竹東，個三中部一隻台中灣啊，有一輛嘅拖拉庫，矮馬車上床啊，矮馬車係和潤轉小時嘅啦嗬。嗰啲機會是本來當簽嘅機器啊，嗬，我想有按到我頭毛嘅師傅個當生詞嘅詞彙，佢係是有機器來，後面他也是讓啲個拖拉庫卡車嘛，嗬，矮馬車是轎車，咦下矮啊變啊，佢潤轉小是係日本來嘅外來語嗬，我讓太了讓啲了到詞彙，所以我哋下寫詩嘅時節嗬，會用好淺嘅詞來寫嗬，然當係嗰種詩阿公阿婆本來一道人向。美燕啊，聽阿陽講，非常想到，佢表示講你細時間，你對語言對文字都有一種敏感。也給老年後來講，睇嚟只有也同語文，工作也同語文有關，係咪？有連接一樣，係當係，我從細是對個上啊，嗬，冇強用嘅上，冇是冇強用嘅詞彙語言嗬，其實都有興趣。係我爸爸媽媽係受日本教育嘅嘛。哦，我考大學嘅時候，我也冇特別嘅寫，我係讀日本語啦，嗬，不過考都是考到日文語嗬。哦。和我們上班那些也係做日文嘅筆數。佢等於講你會中文，會客話，又會日文。然後你係用客話寫詩啊樣。一講到寫詩，即係講會講咯，會寫，都變咗講寫詩係兩件事情啊。你乜個幾年開始寫詩？我講起來寫漢語是非常係前輩啦。哇，冇啦。我會寫漢語詩嗬，想起來係跟老我嘅客家語是本人很相有關。哦，用乜講呢？係，我對2010年嘅2000啦，2010年，係2000，我係讀嘅，
我是都新竹科学园去嘅一间公司做秘书，做差不多20年啦。他20年因为我个研制啊吼，直接符合有线退休的个方案。哦，哈，我是申请退休。按我想做退休嘞，其实就差不多嘞啦吼。我是去日本读书，为咱我后生的时节，日本留学的梦哎。哇，给安用给法，等于讲，也无简单哦。对于被给法讲职业妇女，比如办退休，就去留学，等于到日本去叫。1年，讲一下人家1年的想法，让你创作，用关系有关联，对日本1年啦吼，当然上当到课程，咱第背吼，有日本课按到语音学、语音学，语音学的老师吼是日本人啦，咱佢是专门研究台湾的语言。哦，安样去喏，安神奇。对台湾语言的发展吼，非常关心。咱佢晓讲华语，会讲福佬，咱会讲客冇人流量啦。咱佢定係行人吼，近排時會下課一些清邁大嘴鼓。哦，吼，咱佢日頭那講客，咱日頭時會那一種眉毛吼，見到臭，係記講嘅。機客化了的嘛，哦，很神奇。伊冇談過師傅呀，就是抄起來。hắn用cái客家的方式，冇是用拼音哈，我是知道有啲老師用安厲害啦，安上網吼，我是問佢講，必然他上網。就我是問老師講，你用曉喏哈，你是係你到台灣嚟教育部，佢到建議嘅，建議拼音放聲啊，哦，佢教育部建議嘅個方式啦，拼音放聲嘛，咁我心講是要 check 一下啦，是講安排些嗬。我台灣來唔我係行人吼，我即間唔知了到個客家話情況啦吼，唔掂到係日本人人來講吼，係要按認真。我花很多錢來日本讀書吼，讀電日文，喺掂到吼，佢愛學愛客家話。咁係我是知道，客家語系吼是本了只。線上吼，很起來安樣。哎呦，有意思哦！比如講，你客家意思去到外國，也以為外國線上，安樣一比較，你才發現我，我有兩個東西。哦，很神奇，海外新鮮的。係啊，真嘅呢。喺無面我將來嘅時間，我是積極去參看有老客家文化相關的課程麼？安樣講下美艷嘅。挺好學哦，有嗰種挺強烈嘅統計而來學慣用，就叫衝擊下，還是看到竹簽太好，你看竹簽太好，有范文芳先生嘅課程，范教授，我是去上課嘛課哈，2013年去上課，嗰係課程按到客家文學欣賞，然後寫作，要讀，也愛寫，喺繁星上是從下現在都教專業吧，佢也聽我寫，教專業啊嗬，有你教專業麼？剛開始會上司寫技術，不如做專業教本先生，喺讀改良是2013年開始寫到咧。哦。哎呦，佢話即係講創作時間冇講非常嘅長啊，嗬。如果2013開始到了哈，唔過我看你寫作嘅量非常大。第一年呢就出了一本詩集咧。6年。你係用關係情況，乜個題目啊？想攞佢寫作詩，如果你寫詩嘅過程，因為你上你嘅創作嘅關係冇強用。係。像我嘅話，我通常就我係對事情有感受，我會寫事情。就講每單想寫下個裝啊，自家啦。我睇講，比方講看到，比方講透過社會新聞，佢寫下咩條那本讀題，那個小燈泡，
我讲哎呦，我有干书，我就会下诗。跟你下诗，你自家本身的关系，你会用把你取材。哦。要么一起给下诗的题目，哎呦，我一开始写的是也冇经验啦，也冇受过乜嘅训练，当然是系对个生发思维个，认事物先开始写啊。比如讲，嗰种时候，我每老男朋友交往前多年，准备要结婚咧，还记得是签约啊吼，签好写些是让我讲讲，记得签好写咧，还。我签好咧，当然是马上要结婚咧嘛。哦，哇！但係我都是先講是冇落冇錯哈。冇嘢太嚟哦。我行呢時樣那嚟結婚咧。咁有愛祝福機吼，有當盤嘅，咁係心情吼，我是寫一首按照心照。哦，有，也是我印象深刻。咁係我啲聲音。提手詩提手詩寫不冇嘢嘅，是寫愛解下界感受啦，歌唱啊。佢本面是常常我是非常特別嘅事情，是會寫到快球啦，阿公阿婆，佢特別細細嘅生活環境，佢做嗰時咧寫嘅。因為時事變化又產生一種美感，係有感覺嘅先開始寫起來。美燕講到呢位吼，即係點講？自己創作係落嘅神法非常深嘅連結咯，有嗰些回憶，也有兩下神法，還有對比方講對某嘢將來嘅祝福吼，也非常精彩嘅內容。下一堂節目，能夠繼續來睇下答呢個。觀眾朋友，歡迎轉到真相同埋嘅節目。今日現場有請到50年前美燕小姐，美燕帶來嘅非常精彩嘅事蹟，等下老大家分享吼。美燕聽話吼，講到你寫嘅第一首詩係送俾我嘅你嘅創作係攞你嘅生活經驗，還有你嘅感情係連強下嘅。我先講同你一本事蹟，那我還有一首也係老某嘢有關係嘅，就是半分色狼，半分字。我做嘅首詩啊，我咪有故事，係咪講一下呢個故事？好，每一結婚嘅日都到嚟嘛，嗬，佢佢即係婚禮到台北，我都是上去台北嗬參加結婚禮，佢蛇浪改編係學老人啦，我都會朋友有幾屆係客人，不過我係希望講到結婚禮，當當中嗬，我做到念一首客家詩啊，我是寫半分蛇浪半分字了首詩，到婚禮記行嗰些嗬，大家大家傳統習慣嗰些，我到台上。讀了首詩啊！給你第一擺公開讀詩嗎？講一下你嘅心情。介後我當鏡叫出來啦。所以我寫了首詩嘅時間，其實一條寫一條我全部接。係我是見到自家做嘅按照心理建設，是講總嚟叫出來啊！我們讀嘅是咧，有人嗬，留佢讀睇啊，結果冇嘢叫你喎。我想佢做乜嘢嘅心情，睇阿妹用念一首詩本身噶，聽到挺感動哦。係，不過台下嘅朋友嗬，睇啲係學老人啦，所以未同當了解嘅內容，係。冇有見有冇嘢談得實咗嗬？係送本自己禮物。係，我呢一片戲嘅，朋友冇親戚嗬，大家是
伊感动啊，错。你看刚说的都讲哦，也个西人可能也系我蛮好嘅一个人才，故说你老几动作很像自家来嘅，安样嘅心情安样。1%，很好哦。好，既然你看吼，今日美燕带了2本书，希望老太家讲一下。我看你一本书名我蛮神奇吼，观众朋友看一下，书名都汉语诗歌。文系，嗰時候人家啲都有按到冇咁樣嘅問題嗎？有現代詩吼，有現代詩，也有個古詩哦。嗰時候唔係詩咯，歌係兩嘅文，係兩種，唔係詩歌，係又有詩又有歌，按樣嘅意思。有詩啊，有古詩。我啲美燕一本實習，你花我蠻多時間，包括講你自家寫。然後用班語編排，用班語嘅內容，用班安排，用班套那條事，比方到那位，你係咪老太太介紹，了介紹一下？好，呢本詩集吼，分為11到15。是，係，11是係，我讀交通大學客家學人。啊，從你睇講到在讀書。係，2018年嘅年頭吼，我提出一隻論文計劃。是設定講2018年2年嘅創作，會讀出30首左右吼，變到11。等於講係你一個研究所畢業論文嘅一部分嗎？係。12嘅部分吼，係寫非常嘅部分。非常透過嘅時期嗎？係寫阿公阿婆嘅回憶吼，我是寫世界憲法嘅環境，做作動，係都作動嘅事情，我睇下寫嘅事情吼，還有10首，還13是係寫現代憲法，現代憲法是有寫老公啊、妹啦，當初就一隻部分係寫媽媽嘅部分，係妹啊，嗬，13就12首詩，和14嗬，係寫本外孫嘅，一隻鑽石，係鑽石本幾人，哇，很好，就是外孫咧係愛圖嘛，嗬，所以我看見日見日台啊，嗬，佢嘅憲法地圖係。一點一滴，我就俾寫起來啊！嗬，15是係，我概念嘅情感，冇是講時事變化，冇是建築史，14到15，各有15首詩。按樣講起來就講，按樣談起來就做第講義。創作嘅時間，而家關懷嘅主題有哪一條啦？嗬，我想嗬，觀眾朋友按樣談。平常冇講嘢吼，然後來談美燕來讀詩，因為實際上美燕嘅聲非常好聽，基本上因為很多綠嘅聲下表唔開。如果平常來聽你念詩吼，非常有聲音嘅表情。你聲音是咪常常會參加朗讀比賽？是係合唱團嘅。啊，冇怪，我就說你嘅聲音挺有表情，挺豐富嘅樣。回到那個時事來講啦，嗬，天先講起寫頭歌嘅回憶嘛，寫阿公阿婆，係啊，是不是係2018年嚟創作？就講係畢業為到畢業，係，一個部分寫嘅時就也我蠻神奇哦。你係咪老太太分享也是地方你知道印象下曾經有哪首？你11號有28首詩啦，各種內容是有，不過我從你我最中意嘅就唔標題一首。一開頭就俾人聽什麼嘅印象啊？樣係，和11跌當嘅一家，係，呢首詩我一家也挺中意，假使來念一下。好啊，來念一下。跌當嘅一家，相思唔知愛到樣板嘅位所。並跌當嘅一家，若係感覺人親唔係像看到嘅按火惱，其實有情多無奈，實唔知愛做嘛啥。若係發現世事唔係像看到嘅按震盪，其實有情多出家，實唔知愛相信嘛啥。只向內心嘅深大對稱。
上進來做瑪莎，相信瑪莎，心一隻跌動嘅位所，用一隻跌動嘅指甲。美燕，你亚述石黑在样板些窗缝带下下出来的。是講平常時嘅做人做事，麼是對人對事哈。我從來會想到一隻跌動兩隻事啦。我對寫詩嘅過程當中也從來都來想講。這個係詩吼，愛標準乜個為數？美燕，你通亞述時吼，實際上係聽下透嘅時，係聽啥神像都會做講，一啲動都在北京方樣板講吼。我感覺陳家凡得體，好像有米頭唔錯，嘛有多幾大部分。我聽下是聯想到兩件事情，然後你分享讀者的心得。第一個我係想到李秋老師一直來講，其實都作為一個創造嘅人，最重要係真誠。好，真誠，一個真誠是包括講，你咪有勇氣去獲得碰上一樣稀稀假假嘅事情，你要去應付佢喎，你要去批下喎，你係要應付幾多社會陪做喎，你係一種。那我就講係想到一個英國嘅作家伍爾夫佢講，什麼人聽說要有自家嘅房間，那個幾多房間唔係講物理一定要有那間屋嘅啦，就講有一個樣板一個位置，我想可能用北京話講就是。主體的位置都那邊樣樣，故說係同意亞述時嘅時候，就非常有感觸啊樣。我這個寫詩嘅過程當中，也有見到個想講，我寫詩，我係為所喺度來。樣板人係我這個最跌宕嘅為所。係，就像飛進頭先講嘅，感情係當要心意當。靜心嘅，冇去做到作假嘅嗰種嘅建議嗰啲，簡簡單單，你心肝行想是寫出來。因為就講即係講看見到創造嘅人吼，我自家有感受，講人家下用本土語言寫詩，確實有得本人鼓勵嘛。不過相對來講，你話看到講，因為講普門有聽到比賽，聽到嘅播出係樣辦，而家你發覺講有啲人做係好像係專門為到一樣嘅方式來寫詩啊。哇，美燕帶來聽述詩都按精彩哦吼，我希望等下還有更加多精彩嘅詩作同大家分享，大家聽分享，等下轉過轉來。觀眾朋友，歡迎轉到真相同碼嘅節目。今日現場有請到嘅來賓係陳美燕小姐。美燕佢本身也很多交通太好，都有嘅碩士班。故所呢，今日來大家分享嘅實習，第一個部分就係佢嘅畢業製作嘅部分啦，嗬。美燕係咪寫下來，過來大家分享一下本實習啲嘅其他嘅內容。我先講一下偷襲嘅感想。我攞佢詳細幾本嘅偷襲之後，嗬，我發現你像你阿妹嘅部分非常非常多。你係咪老你阿妹有乜嘅較特殊嘅較深嘅感情？我不如講法按多嘅篇幅來寫阿妹。我老我媽媽嗬，嘅感情當親啦，因為我媽媽係一家當傳統嘅客家婦女，我爸是係一個冇乜嘅責任感嘅客家台南人啊嘛嗬，我媽對佢後生嘅時節是心擔當多。做人不讓啥當難當嘅事情那樣樣，所以我對媽媽當唔恨得，所以對佢嘅感情嗬也特別的深，所以我當到非兒係老媽媽有關係，所以我寫佢嘅詩寫依多，係一個部分我老你一腔。係啊，係，嗰時候我剛開始寫詩嘅時候，我最多用嘅筆名係用我媽媽嘅名嘅。
後來當改轉用我自家嘅名哎喲，嘿，我同你嘅地度吼，下到亞美嘅有非常多，比如老阿美像阿姨菜園啊，還有羅西啊，還有講聽阿美轉家婆婆卡等等，都非常嘅有嗰種畫面。如果我剛剛美艷嘅時咧，有情節，然後有敘事。然後佢就圖像非常非常嘅清楚啊，樣嘢。啊，我印象非常深嘅藝術是我感覺到其他嘅，佢冇同樣嘅藝術紅色嘅紅色記憶嘿，紅色記憶。啊，後邊有一個非常深嘅故事啊，我自家有這種感受，因為我冇了解啊，你聽下按樣談，不過都非常深刻印象中一個。太人、生人的，然後母女之間按用一個感情。後面老太太分享一下呢個故事。好，呢一首詩大約係描寫我5、6歲時節，還蠻特殊嚇。該是因為家庭的關係嘛，吼，媽媽是突然愛到轉去外家帶。哦，聽家公家婆，係，佢佢係上山當去做嘢，嗬，為到生飯嘛，嗬，佢我想時時會聽佢去山當，佢有人我聽佢去山當嘅時節，該山派因為從梨兒樹，嗬，該係媽媽不知，哦，佢當上係是個梨兒，嗬，不過佢又唔敢去挑戰㗎，佢其實講，你去挑戰啊，十幾隻嘅時候，嗬，我是好，我是喜雜，雜我媽媽說，嗬，我是知道，當好啊，嗬，媽媽相信我是雜回事，該有一鋪吹下來，我是十幾隻了，媽媽是講，夾來走，夾來走，你做風扇快啲咧，夾來走，哦，阿明顯，其實看我是夾走啊，嗬，所以我對該印象非常的深，後面他也是哈，是將了只故事寫了首風色記事。呢首詩我透過時間我做啲感受得到，就講阿妹老妹嘅兩殺互相之間嗰種牽引，全部都為對方設想，然後好像小小的共謀。有件事情啊，樣去，佢要受禮儀啊，樣去，你又想講阿妹又想要受禮儀，你就去找。我講兩首詩真係本來挺感動。係啊，從兩首詩嘅時間，就一直想到佢啦，禮儀嘅事啊，就想象中佢啊有一種好像家庭風色，你嘅什麼嘅小女孩，也做得風扇啊樣去，以後嗰種對阿妹嗰種感情也是紅色的，就感覺本來有聽本來我想到聯想到非常非常多，母女之間樣嘅牽絆啊，你要問我寫按多老阿妹有關嘅事啊，像可能老一種生兒時呀嘅童年嘅回憶有關聯吼。昨日個老太太分享一下以前阿妹嘅事，我記得你那個係有一首詩，有點一拖嘅時間啊，我講好像有點小調皮，可是現在回到拖出來之後，那種好像有點小小的幽默底波，我有感覺講有隻很深嘅嗰種拉扯，也是頭走，係咪老太太分享一下？我對我媽媽嘅欣賞看到，做人阿妹沙嘅種韌性，嗬，老嘅當建來生命力啦，不過我媽媽咧下佢係衝突實際，係，冇埋人性喺度咧，嗬，但我咧下平時是照顧孫啊嘛，就拜6禮拜，將會轉移權機，嗬，俺近排是電機水動住，我樣跳轉那樣，所以我是寫一首按照跳走了首詩啦，哈，最近又讀過啦，哈，該老觀眾分享，神偷人章來講故事，好，跳走，喺世界下有慘啊，阿妹對外裝做些，當橋長轉咗一擺。佢愛到轉去個跳暗步，我遠點唔去水木，驚怕一下水聲，
阿妹就唔见摕咧。见摆佢对我好翕相冇，我讲冇爱，你會偷走。阿妹戳平了後，跳到個明路線冇接站，講話像是顛顛倒倒，像是搖頭冇尾。去到佢左盼打嘴鼓，從頭電機水當住入教，我人轉窩。根本一朝機，攞水當住。阿妹講冇愛，你會偷走。美燕亚树头走哈，有2个时空在交错哈。生意的时间，阿妹要转去做事，另外转做事，研判的时候将佢偷走。俩下嘿你上时转去看阿妹，叫阿妹又讲佢在当中，你做爱偷走安样，表示你2啥时间互相这种牵绊，非常非常的深哈。美燕我想问一下，你下俩的按到老阿妹有关的事，你阿妹有透过冇？佢知冇？佢冇乜愛啲呢。他有2年前。2年前。佢都啲催人。對多嗬。佢都嘅記嗬。簽推出嚟嗬。簽唔記得頭嗰位事情呢。既然我看伊實地都要有下到人嘅家譜，家譜行出來嗎？冇。家譜冇出來。家譜冇出來。我有冇喺以為嗬，我看伊那個實習，我剛剛有隻提點，就講5星。冇相同嘅時代嘅5星，對人家婆開始到阿妹到你去家做阿妹，你下日本冇嘢，過來人冇嘢要講生意咧，人家要做安家婆咧嗬，所以5星神冇看到什麼樣嘅集團，人家有多重嘅角色，你一層層也地都按樣去。所以你嘅實地都按樣表現出來。我剛剛咧係人本實習非常特殊嘅一個素材啦。好，然後講到阿妹當然咧那部分就人生必經嘅過程，就面對嗬，承擔陪伴。你又講下分析嘅事情，做家婆之類嘅感受。啊，講人家寫非常多嘅日本語嘅書呢哦。我孫呢係2017年頭出世，哦，你下2歲，2歲3歲，和佢出世我是老佢做記錄啊，哦，比如講，佢打安姑我是要等一下哈，冇是會犯信啊，冇是上啊，會怕啦嗬，我大家介團是要老佢寫。死起來安樣，那種本實習地都專門有一星嘛嗬，我看人家那部分嘅時間，我有種非常深嘅感覺。不過我剛剛過去客家人嗬，對生意呢，除了打安姑之外嗬，文化地都和你講歌謠地都，下本生意嘅歌傳統嘅啦嗬，太地都一哭情。做嘅南部嘅搖籃曲嗬，就是阿妹去做事咧，些阿婆圖個很冇叫咧呀，然後就不應該講有一種勞動生活的那種艱辛啊。按講我講你倆是實習，我頭個時間我講神奇，其實神奇有點像你彈嗰種法國的那個搖籃曲，很可愛咁樣。分享一下你對那個定一下嘅神的蛋糕吼，你下來那就定一下嘅日本語。哦，來推一說好嘛？哦，日本語嘅事吼，我是想會升級，會上課啦吼。錯，冇聲音嘅嗎？錯，韓語係韓白好睇些，我人不依托吼。佢即個堂度當升級，佢都係聽依托啊，佢唔聽依托，我主要也就按個目的啦，所以我是盡量想當歡喜嘅，一係又係我即個係寫詩嘅風格是安啊嗬，你傾幽默嘅嘢啊，然後傾我講笑。咱第背都有一首是錫錫阿婆兩首嗬，來分享兩首。錫錫阿婆，唔係阿婆錫錫哦，係錫錫阿婆，係錫錫阿婆。告訴呢錫錫阿婆，牽佢嘅手，掃我嘅面，錫到3、4擺，過2日問佢，
样板色色阿婆，佢手徛起来，将我的面扁落去。美艳的说时候，我大概偷偷注意意见就想来笑。美艳的幽默，要么用在结实地位，下一趟节目张国老观众朋友来分享，先结可以哈。观众朋友，欢迎转到真相同埋嘅节目。今日现场有请到陈美燕小姐老大家分享佢客家诗，非常特别，佢系用海陆腔来写嘅吼，因为係來自竹東嘛。聽下偷偷啲書，我講寫阿婆吼，係非常神奇，如果你下照顧孫嘅嘅心情啊。呢本詩詩底部還有其他非常多嘅內容，係咪讓個老大家來分享一兩書嘅？係。15個部分哈，按照新竹風哈，第一首詩是按照新竹風，呢首詩哈，我是都個描寫講，個新竹的風係風霜嘛哈，風吹啊起來後，大家是氣是氣唔穩嚟，不過我喊係種有啲調皮哈，神奇嘅方式來描寫呢首詩哈，喊。呢首詩我也有撈嘅愛卡勒樂團，同阿 Kim 合作，嘅客家嘅樂團，撈阿 Kim 合作將呢首詩學改做歌嘅形式歌曲嘅形式，去參加2018年新竹人客家新曲獎嘅比賽，得到第一名。哇，很強！嘅樣嘅話就。做得參加唐麗書歌嘅來了解了欣賞伊嘅詩做操咧，你嘅應該 YouTube 聽得到嘛？吼？你從伊網發表，因為佢係新竹人政府文化局為發行嘅。哇，哎呀，我挺期待哦。和新竹風呢首詩吼，我讀一下麼？做得啦。感受一下新竹風。新竹風，新竹風從當地嘅社會啊，30多年嚟冇啊，唔啲抗嚟去。新竹風從反殘嘅社人啊，老將嘅識到，冇到弄頭交技。新竹風從試過嘅社嚟啊。跳跳了農作短圈嘅蛇阿姐，一陣颱風吹呀過來，我都擺緊打擊準，是人車緊打領錢，耳孔為本佢求走去。晚外kiếm電跳那，唔是作電圈腳，新竹風唔會傷害你，九江風吹過嘅起柄線草幹。放風學走嘅蜜粉，陪你走電路大轉移。呢首詩按用唐嚟就非常清楚你嘅家鄉，非常新竹，佢嘅特殊嘅風土人文全部在地擺咧。生活錯。同啊，美燕講到呢個調皮啊，嗬，所以講你嘅詩有非常多作品都一調皮。可能有種會笑，你會想講，你在笑那麼解啊，會不會有故事？印象中你有一首詩寫講，朋友久久冇見面，要來見面，先拼好。幾個故事，係真嘅有一個故事嗎？老太講一下嘛。係啊，高中同學嗬，叫來簽嗌啦嗬。喊我是打電話落去講嗬，講哎不卡兩班人落來，行哪條巷哦，讓到哪條農嗬，讓落來咁樣嗬。我是就記來簽嗌，我是寫一首我對法屬下定義嘅介紹詩，聽起來挺浪漫咯嗬。啊唔過靠最後面嘅2、3集開始被你就說出來，老講一下這個笑點在哪裡？我是講嗬，你落來嘅時節嗬，有婦人家嗬，該唱面就該望天機啊，不過唔係該見咯哈，你做個對門該條巷嘅落來嗬，要從法屬下，我聽唔出嚟哦。我對個法屬下定義嗬，你係
跳那么好笑，你大当模啊哈，你好抬口吼，你冇着条革新的衫哦，是每件每下。系啊，我看到佢嘅時候挺好笑，所以講你係人種演員當作係 TV 嘅嗬，所以咧係條男冇可變笑，所以冇係都話變下太橋啦。你係嘅幽默感係樣扮起來嘅。他就係我這個身體是咁樣嘅啦，和遺傳也有關係啦。我媽媽係前樂善嘅，我爸爸是係個樂善超過嘅啦，所以我也要得到我嘅遺傳是講，我也當學講笑啦，係當熟識嘅朋友嗬，我是當學嘅翻譯講搞笑咁樣，所以我知道我寫東西未強容嗬，我嘅梗啊嗬係笑點啊咁樣，埋菜碟開，我直接去偷張碟。還有哦，我剛剛已經實習劇目一習導演就講有冇相同的東西，冇相同的風格，不用聽下嘛。我很好奇誒，佢底度係咪有愛情故事？有總得講，總得講，好。唔過你要說較廣泛嘅講啊，可能識愛過瑪莎，識愛過瑪莎，每3年都識條條愛過瑪莎，好冇？你可以賣個關子，觀眾朋友嗬，可以請兩本新作風來討一樣。我想聽你嗬，美燕喺咩老太下分享，如果我哋有非常多關心客家文化嘅朋友，可能有冇想講，誒，我聽到我也對用客家詞典來寫東西，係你講來創作，分享一下你嘅創作經驗，就講你寫作嘅關係，係就講對想寫客家詞，係你講想用客家來寫作嘅人有乜嘅建議冇？我即個寫詩嘅個習慣啊，是係講是包紮，大家都聽下看電視嗬，我當下老大家講下看電視，不過呢我那年 iPad 嗬，幾多看幾多回，我想愛啦，按神奇，係，我是冇受到碰順嘅個上映嘛，冇是個影響，我唔會受到影響嗬。係呢，我讓佢講話，我又談唔到啦。就先轉型在幾個地方，唔過呢喺旁邊有一個客人，係用佢啦，強下看電視時間而來寫作。咁樣一個客人，我做人先奇怪冇？唔會記得當官啊，官司咧。我知道寫漢語詩嗬，一開始從佢有啲困難咯嗬。不過，呢是創下去練習啦，嗬，係講你寫出來嘅個作品，嗬，讀本我係認同，記得知道他做得咯，嗬，咁樣是有個動力，係繼續寫落去，又俾人鼓勵到，又俾人看到咁樣，漢寫漢語是對我自家來講，嗬，佢係一種追求心靈嘅滿足嘅一個過程啦，嗬，係我自家對自家講話嘅人，嗬，對他們咁樣嘅欣賞，嗬，韓國係講漢語來寫詩，嗬，大家是知道講。漢語咁做得寫文學嗬，其實係做得咧嗬，以後語言就做得。係，因為當當然唔知講個漢語做得用寫嘅啊，當然唔知，你寫出好嘅東西，本客家嘅鄉親，記得講對漢語有自信啊，嗬。做得體現客家話價值，喺另外我是有創新嘅個意思啦，嗬，我傳下去，係本順嚟看啊，所以順嚟從細時候開始講客家嗬，同別人來看，係呢係我寫漢語是我一個意義係咁樣，比如講你也是咁樣聽下就充滿了愛。對阿妹嘅嗰種通寫，對妹嘅嘅通寫，
朋友也土孙，我家婆嘅心情那样。我感觉一生气呢，如果你嘅事业创造老你去家出什么样嘅下强下，有老你去家嘅自我嘅完成、自我嘅实现有关系。比方讲，实施嘅题部分是你嘅学位嘛，我想吼，你可能做日本观众朋友听到嘅鼓励哦，吼，正然就讲追求梦想唔是讲年龄。有想要做什么去做哎呀？每演嘅用写下来，将来伊嘅写作有乜嘅想法，有乜計劃冇？而且嗰種寫嘅東西，是有計劃先嘅嘢冇？唔係呢？唔係啊，咱係教育，學習咯。我係有乜嘅感想吼？像是一幾位某時一隻景色吼，我傳統嘅思維上寫啦。冇特別嘅計劃，不過我很係用我追。純淨嘅感情吼，然後當樸實嘅文字去創作，繼續寫下去。好，我唐美燕就講公開表演嘅時間，有一首時候，你大概一講睇下都會寫出來嘅沙皮嘛，都木鼓叫嗬，所以講就係影響你嘅兩公婆嘅關係嘛。我想喺節目裡面嗬，你再讓我講一下。你按樣嘅創作也是讓係樣板去看你嘅創作，而我讓你討論嘛，我讓你分享。唔係，創下係我寫好吼，我用讀不一堂。叫比如講沙皮馬都到木鼓叫吼，叫剛剛沒有貢獻啊。有樣哦。我有寫幾首嘅詩啦。不過是講。當然嚟公婆吼，像其實好冇為何講吼，因為因為按老人那樣我是講英語嘛。唔過一樣以後你講啥互補。係啦係啦。其他美艷做得寫出很多神奇嘅合法事。講嘅合法事嘅問大家來欣賞，觀眾朋友非常感謝大家今邊嘅收看吼，今邊老大家分享係陳美艷一本新作風一個事蹟，大家係有興趣嘅話就一起來看。啊，希望今邊一個真相同埋嘅節目做聽行到兩位，感謝觀眾朋友嘅收看，也感謝美艷係咪老觀眾朋友 say goodbye。希望大家希望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，下禮拜真相同埋嘅再會。